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五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有民众食火锅，所发现讲，若准备经台湾猪肉就要加钱。业者出面不回讲，本地是用进口猪，若准是台湾猪，确实就要加钱。日本疫情在咧严重，政府拍算要限制11国的商务入境，这也包含着台湾。外交部表示讲，会注意日本的动向。在宜兰所有一只渔船在太平洋的中岛岛附近失踪，根据着美国无人机翕到的相片，船顶已经无人伫咧活动啊。讲到全台湾的学校，对今年开始，营养午餐拢要用台湾在地食材。教育部的专案小组早起也伫各地头的学校进行访视。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去到桃园大溪国小的灶骹，确因采用台湾食材进行。苏贞昌也强调讲，开放300种猪肉进口，就要过3关，会对着食药署、海关、防检局替民众来看顾。手机啊扫描标章完成营养午餐食材登录，也会当清楚溯源。行政院长苏贞昌初五日透早到大溪国小厨房访视学校中餐采用国产在地，有3种1Q 食材进行。3种1Q 是基 CAS 有机也是产销履历标章加 QR code 追溯系统农产品，家长透过登录平台也会当了解囡仔中昼顿食材内容、原料产地加制作供应商等资讯。一律采用国产的这些肉品，包含加工再制品。另外呢，也一直以优先使用国产的这些农产品啊。美国猪肉元旦起开放进口，行政院要求地方是按自治条例需要甲中央法规同款，引起部分地方政府反弹。苏贞昌强调，建立规套的机制，严格监督，为卫福部、食药署、财政部、海关、农业会的防检局把3关。不但是食药署就所有的进口猪肉都严格的查它的品质内涵，并且财政部的海关把关，还有农委会的防检局一起。不是只有学校，所有的食材供应商他都必须要登录这个食材的履历证明。那我觉得我们地方政府可以着力在这个一个好的食材系统。唐市长陈文灿表示，地方制度法规定自治条例袂当甲中央法规抵触，依法行政是基本原则。地方政府会当加推动国产化，强制要求食材平台全面实施，也请消保官针对业员介绍也是趁机会起价进行稽查，抓到就从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光天时啊，真侪人拢想要食火锅。真有民众伫新北市食火锅，想要经台湾的猪肉来食，却发现讲就要加钱呢。民众认为讲安尼做是无合理的。业者早起出面也不会讲，因为猪肉是对西班牙、英国进口的，目前是加一个台湾猪的选项。消保官去调查了后，初步认定讲业者并无乱划价进行。天气寒死死，食一小的火锅是真烧热。新北市一间真有名的连锁火锅店，昨起有民众发现讲，在开放进口300种猪肉了后，想要食国产猪肉，就要加6钱，认为无合理。新的菜单一个看，有部分确实是写要换台湾本土认证的猪肉，就要加30块至60块。我们原本就是用进口猪来做料理的，对啊。那台湾猪是多一个品项，然后多增加一些让你选项的东西。那原则上的话，我们台湾猪会比较贵一点，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那跟进口猪的差别会差到60到70上下的比例这样子，对。业者出面回馈讲，因店的原本就是用西班牙和英国的进口猪肉，因用进口300种的猪肉，提早伫去年12月初10增加国产猪肉的项目，互消费者加一个选择。嘛讲原底产品拢依其原本的介绍，并无趁势起价。因那店面的壁顶嘛拢有广告，讲国产猪肉是新增加的项目。新北市消保官调查了后，初步判定业者并无乌白绑架。它不算涨价，因为民众有顾虑，怕进口猪肉可能会有莱克多巴胺，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台湾猪肉的选项。消保官表示，业者为着要降低消费者的疑虑，才会用介绍较悬的国产猪肉，互民众另外一种选择。成本增加了后，介绍才会有变动，不过民众也是会当自由来选择。目前已经要求业者爱充分公开相关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2点有召开记者会，在今仔日宣布讲，佫增加2个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拢是对美国回来台湾人，而且因身躯顶的病毒量拢是真悬。另外，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有拍算要限制全部的外籍人士暂停申请入境，这也包含着本地要放零的台湾、中国、韩国等等11个国家的商务人士。外交部表示讲，会继续注意日本的动态。 日方他们还在讨论当中，还在研议当中，所以其实日方他们并没有宣布。那这是一个日本政府他们要自己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决定。那我们当然跟日本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系哦。那我方尊重日本政府他们基于自身的防疫需求，他们所采取的一个必要的防疫的措施。 咱的外交部表示，若准日本要暂停外国人入境，这是针对全世界国家，唔是针对台湾。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就已经有表示讲，执行商务专案的国家，若准有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的本土病例，就随会来停止商务来往。 伫咧花莲的七星潭海边啊，有环保志工初三去捡到一个香港的检疫手环，也因为疫情关系，随翕相甲代志压出去。讲到这个手环，可能是对着海流来到台湾的，因也呼吁香港政府面对着这款的医疗用品，就要回收接掉。 迄条文教基金会的志工黄树仁，初三伫咧七星潭的海边啊净滩，结果伫咧海沙坡顶悬发现这条有印基安扣的 QR code 手环，随翕相记录已经设定好判断漂流时间超2-3礼拜。 今年这个疫情的情况下，蛮常见到一些跟防疫有关的用品，比如说口罩是最多的，防疫表带、防疫手带这个东西还是第一次。香港离台湾700公里，那过来台湾这边，民众完全无感觉趣味。强烈质疑香港政府到底是安怎回收这寡防疫的医疗用品？那是欧贝蛋造成疫情扩散，下面负责。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应该这样子随便被丢，能够就是被拆掉，然后 丢到海边流过来了，所以可能真的是在控管或者是这个手环的品质上，可能要做点加强。相关的物品的回收都是应该是政府管理上应该是要做得更严谨一点的。那我相信不管是香港的政府或者是台湾的政府，在很多这种管理上，它都还有一些瑕疵或疏漏的地方，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去守护的。 捌是迄条解说员的香港人王乐仪嘛，伫社群网站顶悬抛文，结果引起香港媒体注意。根据香港政府相关单位回应香港媒体，到去年底总共分超41万条防疫手环，予检疫人士来使用，其中会当订用的超27000个，目前库存敢若剩10万个。大部分的手环是不回收，敢若提醒民众应该等伫有怪垃圾桶。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内政部想要换所谓身份证，不过外界对资讯安全有疑虑。台湾人权委员会甚至去告行政法院，在今仔日是第3届开庭啊。人权委员会强调讲，所谓身份证关系到民众的资讯安全，不是内政部讲要做就当准拄算的，应该要互行政院立法院审议接到，也要互人民有数位版本甲纸本通好选择。 人脸辨识说再见。人脸辨识说再见。徛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门口画口号，拄啊结束第3届的开庭。对内政部规划发行所谓身份证，也就是 EID， 可能产生资讯安全因有缘有真侪疑虑。绿团非常的期待，说希望到最后内政部可以直接滚动式修正，把数位身份证这个制度就给它修掉了，就把它一律换成纸本身份证，让人民有选择权哦。EID 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是 蔡英文政府跟社会沟通最差、最没有效率、最没有诚意的政策之一。王高律师认为 ，EID 关系到民众治安风险，如何控管，无应该由内政部讲了准算，应该由行政院、立法院审议。而且所谓身份证，若是放相片，真有可能互原本乌白收集各自的状况会愈来愈歹。 他为什么要放一张照片在公开区？那他是不是变相的去告诉各个公司部门说，想查的人其实就可以去查了？那这样不是就是放宽原本我们已经很腐烂收集的个资？大家对于这些还有疑虑的部分，我们都还是会持续的沟通跟说明。 对外界记录，内政部表示会继续沟通，嘛会遵照行政院的指示来办理。原本规划小规模试办换所谓身份证的平湖县、新北市，也有新竹市，即马拢已经暂缓试办。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
台湾上介好就是有健保，全民健保已经办25档啊。健保署为着要让健保资料库会当应用更较快，今年打算讲要甲350万名已经往生的民众，因在生进前看病的资料记录，另外做一个资料库，互外界来申请做研究使用。所人认为讲安尼做是无重视人权，也违反着研究伦理。敢若需要摕健保卡，就当去厝内附近的医疗医所挂号看病，毋那就医真方便嘛真俗。健保开办25年以来，有大量民众就医的资料。若是即马为着扩大健保资料库的应用，健保署按算甲即马350万的死者资料另外成立资料库，而且甲身份气息变化，开放外界申请研究。毋过却引起争议，认为讲无重视人权甲研究伦理。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已经收集好的资料去做2次利用，因为原始的同意其实没有，所以不管他是自然人或非自然人，还是会有一些基本上我们所谓的这个司法性基础可能不够完备的地方。学者表示，虽亡死者毋是自然人，无受到各自法的保障，毋过呼吁未来应该设专法来保障死者的资料。而且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到去年11月底为止，健保大数据的门诊资料有487亿条，大院资料有47亿条，药局的资料有73亿条，经验报告嘛有35亿条，医疗影像是有21亿张。去年6月份，企办3项合作，推动 AI 人工智慧应用，已经有6间病院、5间学校7个产业来申请使用。对国内的一些生技的话，产业它本身怎么可以利用我们台湾的一些资料，能够做更好的一个突破？当然这里面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所谓的人体试验委员会通过核定。完全符合医学伦理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资料释出。健保署强调，讲死者的健保资料敢是要开放，初5早起会召开专家会议，邀请法律、资通信、甲公共卫生等电器的专家学者来讨论个人资料保护等的配套措施，希望会当研究更较妥当的做法，目前无开始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伫咧传讲，旧日过年后，军方的高层可能会有人事调动。现任的国防部长兼执法可能会调去做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长。国防部伫今仔日也回应讲，部长的人事安排是总统的权责，会安怎安排因也无清楚。另外，也有风声讲，现任的参谋总长黄树光因为国难国际的关系，需要伊的船长来斗3工。也有一位讲，甲美国关系真好的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外界也伫咧诱讲，这2个人拢有机会互选做是国防部长。关于部长的人事是属于总统的权责，那么目前都一切正常。另外，有关于预测的一些人事的讯息。国防部这边并无所悉，也不做任何的评论。国军高层传出旧日过年了后，会有一波大变动。现任国防部长颜德发可能会转任国防安全研究院来担任董事长，伊嘛规划来调动部长办公室主任王孝华。这个机动去外界认为这一般拢是部长下台进前要做的准备动作。武器的国造，或者是我们重要的军事投资案，颜德发部长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心力。去预测、去猜想他的异动，对颜德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不公道的事情。立委和颜德发高度肯定，不过后一任的部长人选嘛，已经引起真侪讨论。今年7月份要退休的参谋总长黄树光，因为江南国作，也阁需要伊的船长，阁有甲美方关系真好的前参谋总长李喜明，2个人拢去互点名，有机会来接任国防部长。若是现任副部长张铁平、陆军司令陈宝仪，拢有可能是后一任参谋总长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咱大家拢来食台湾米，今日孙啊，大家出头天。有民进党的立委提出着食农教育法立法，希望会当增加民众选择食食的材料，也会当强化着台湾本土产品的认同。饭桌顶头是不是为倒位来的？是国外来，还是在地生产？生产过程又阁是如何？对于环境友善或者是污染环境，民众又阁应该如何选择呢？为着要增进国民自主选择饮食的识别能力，强化国民对国产农产品的认同，甚至提高粮食自给率，执政党立委拍算要提出食农教育法的立法。为什么要食农教育法？是代表民众有没有能力做这个食品、这个食农产品的选择，政府也有责任。如果要我用几个字来终结我们今天的这个行动、这个立法的推动的话，那就是给我食农教育，消除食安恐惧。环保团体主妇联盟认为，推动食农教育未当个等。
因为伊会当增加国民的软实力，而有食物辨识的能力了后，自然就会当更较自主做选择。如果每一个国人都有辨识食物的能力，都有辨识食材来源的能力，甚至都有辨识风土影响食物的能力的话，其实台湾就不用纠结在这些自由贸易的风暴。主妇联盟指出，为过去马政府开放来牛，到即马蔡政府开放内地进口，国民参与决策的空间拢非常小。认为国民需要增加能力，才有可能提升参与的力量。嘛强调，针对内地开放的政策，要确保食安，除了国民自身的选择，边境管理、提升贸易谈判的能力，增加更较侪检验能力等等，这拢一项拢袂当减。记者林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宜兰所有一只走远洋的渔船仔永路兴18号，因伫咧太平洋中途岛附近失踪。船顶有一个台湾船长加9个外籍船员。台湾这边有请美国迄边搜救中心来协助，因后派出无人机去看，根据着无人机所翕到相片，船顶已经无人伫咧活动啊。所有一个远洋渔船永路兴18号，去年9月26出海，不过伫12月30，因为厝内人联络袂到船长，所以报案找人。地点就伫太平洋中途岛的东北边，差不多527海里的所在。国家搜救指挥中心请美国派无人机去倒桥找人。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掌握到了相关的这个情形哦，我方与美方相关单位保持持续联系当中。那本案呢，因为主政单位是渔业署，所以比较适合由渔业署来对外进行这个说明。永路兴18号失去联络的所在，就伫中途岛东北边600多海里的所在，由美国丹香山搜救协调中心来负责。根据美国翕到的相片，船的倒边有歹去，不过并无发现船顶有人员的活动，或者是救生艇。原底船顶有10个人，除了船长是台湾籍，其他9个人拢是外籍移工。因为当地海涌伤大，所以无法度划过。因那船底情形目前也无啥了解。已经迄个大公厝啊吼，拢伫左边吼，哦用弄一个哦，头前拢塌落去，是啊塌落了后，内底咱人吼，什么款状况拢也唔知啊。因为永路兴18号离台湾差不多3000海里，因为离伤远救人行袂赴，海巡署按算暂时无要派船仔去救援。因那渔业署是请伫咧附近做工课的金庆福66号去看卖，不过目前的天气无好，渔船仔暂时无法度划过确认。根据了解，金庆福66号离永路兴18号差不多有80海里，若是全速驶过，差不多12点钟就会当到位，会当随时准备了解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拄开始，中国的司法部门就随传出打压人权律师的消息啦。这2位中国律师是要协助12位本地要逃走来到台湾的香港少年人。不过因昨接到通知讲，因伫网络顶头有无适当的言论，就安尼就要甲因律师执照吊销。这件代志引起人权团体批评，认为中国政府是伫要抬价架构。内地12个香港青年逃逃来台湾案件的2个中国律师罗淑伟甲任传游，初时接到中国司法单位的通知，指控2个人几啊届伫咧网络顶悬发表不当言论，违反律师执业的规定，按算要吊销因的律师执业证照。另外一个家属委托律师林基瑞表示，伊一直都遮尔酷刑，即马只是继续进行尔。他们不仅仅是代理了港12人案件。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或者说一个导火索。这是对这些人权律师长期不听当局指示、勇敢坚决地代理人权案件有关系的。这种打压不是最后的一个，后面还会有。外界认为讲，2个人是因为经手敏感的案件，才去互当局算小。尤其是任传游，捌几啊届代理维权的案件，伊嘛是中国公民记者张典代理律师。任传游伫推特顶悬批评讲，这充分显示法治欺骗的本质。因那罗淑伟是认为讲，即届的行政处罚甲12个香港人的案件有关系。2个人拢已经申请举行听证，要求抗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记者会顶悬对这个案件回应讲，每一个地方的司法制度无共款，不过只要是有守法的人，都无啥物通去烦恼的。佢喺香港咧涉嫌違反咗非常嚴重嘅罪行，係畏罪潛逃。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咧，甚至係有組織性咁畏罪潛逃啦。咁但係個案似乎仍然喺司法嘅階段啊，咁我就唔詳細評論。
中国打压人权律师已经毋是头一届，12港人关注组谴责讲，这明显就是中国挑工甲因天法，要断因的后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嘛发声明呼吁，中国当局应该要随撤销因2个人，也有其他人权律师的行政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卫福部南区老人之家，去年10月发生劳资争议，政府有护理师表示讲，今年老人之家的外包厂商又搁流标啊，因说要求护理师爱用个人的身份来冒噱头，等于是家己做头家，也着爱负担家己的劳健保。若准无爱到今年开始就无头路，护理师也批评讲，这款的做法实在是吃人告告。伫咧屏东的卫福部南区老人之家，搁爆发劳资争议。护理师指控南老之家伫去年12月31号要求因改做自然人承揽，继续做工课，也就是必须要家己做头家，家己负担劳健保。若是无愿意签约，马上失去工课。他们要采就是自然人承揽的方式，叫我们自己当老板，让我们在1个半小时内决定出就是到底要不要签约这样子。对啊，如果没有签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是放弃，就是没有这个工作这样。年资不要继续，那就不会有特休的问题，不要另外再支付其他的费用的问题，所以就是也不用付资遣费用。实际现行的法令规定，我们护理人员是继续性工作，是不可以签1年1签的。本来有24名护理师，根据了解，有10个人无签约，代表无工课通做。工会批评护理师是延续式的工课，自然人承揽无劳基法的保障，年资无法度累积，嘛无退休金提拨，失业给付和育婴留停津贴，而且男老之家一再用情绪的恐吓，护理师无签约就是无爱心。那他当然相对我们也会给他所谓的原本会给厂商的管理费哈，所以相对的他的整个整个的那个价金是高的，但是问题是他必须要自己投保，然后自己去找一些这个保险的部分来做处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自然人承揽。雇用人数在30人以下，如果有解雇的人数超过10位啊，那事实上是要在60天前来我们单位来劳动处来做申报，那这部分我们会再进一步来了解。屏东县劳动处表示，进前南老之家爆发的劳资争议还未解决，再度发生争议会再进一步了解，状况若是事实会进行裁罚。记者李小燕、柯建俊、陈显坤，屏东高雄综合报道。有一间公司合作娃娃文创公司，对去年开始，甲公司福委会推销医疗级的喙罨，而且一届就爱买贵箱，后来却用喙罨爱当2个更因做理由，甲人收钱了后，却阁唔出货，而且也袂当退钱，全台湾大约有1400多人受到这款的困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正常出货，但是到后续从9月20双钢印开始，他以这个为理由开始拖欠我们货。目前我们华航受害的人数差不多约100个人，然后金额有上百万。华航员工伫咧第一线服务，对下当防疫的医疗及喙罨的需求量真大，接获过替正摆同事订喙罨，毋过厂商娃娃文创公司却一直无出货，嘛无愿意退互因要100万的汇款，毋过受害的公司毋哪一间。新北市来说，我们订单的金额其实都非常的大，大概少则都是50-60万的，然后也有很多是超过3笔，至少有3笔是超过100万的。时代力量表示，各县市议员拢接到几十组的民众申请，预计金额要到2000多万。娃娃文创以疫情指挥中心9月份推动香港人的政策来做延迟出货理由，毋过实际上，这间公司的喙罨工厂并无依用喙罨的制作许可证，嘛呼吁检调介入调查。查许可证资料库，它目前是都还没有拿到制造的许可。到昨天为止这个案件我们坦白说已经有1400个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申诉的一个情形，用团体诉讼的方式要求逼迫业者依司法的途径来返还这部分的金额消保处的消保官指出，台北甲台中的消保官已经排定这个月会举办大型的消费纠纷调解会议，调解结果会当送法院来强制执行，嘛准备提起团体诉讼。针对这件代志，娃娃文创的代表向消费者来回信咧，嘛指出公司有继续伫咧出货，目前生产的一般喙罨，未来会当提供消费者来换做香港人的医疗喙罨。剩下大概4000箱左右。我们现在工厂还继续有在生产这个
亲肤口罩。退款的部分呢，就会比较抱歉了哈，因为公司也产生资金上的缺口。吴华文创嘛表示，一定会出席调解会议，前线来向有疑虑的消费者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国际新闻。英国离开欧盟了后，问题也开始出现啊。亲像伫西班牙的英国人，因的居留文件也失效啊。甚至本地英国有一个真无因的港口，正是零零清清，是因为所有物件若准备入去，拢爱申请报关。今年69岁英国公民穆迪甲伊翁婿调伫伦敦希斯罗机场，因想要返去西班牙马德里的厝，却无法度返去。 We've arrived here at the airport today, told we are not allowed to fly because we've got the wrong residency card. They're saying no, you have to have the TIE card. Absolutely gutted because my husband's not well. 英国甲西班牙车衫拢表示，持有西班牙合法有绿色17码的居留证有缘有效。不过，英国航空甲西班牙国家航空过去2天有缘拒绝相关旅客登机。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甲西班牙外交部证实，有少部分的旅客因为甲部分航空公司沟通不良，不过状况已经排除啊。英国脱欧了后，英国人就无法度讲歹去歹影，讲行就行，货物运输也爱照规矩来。平常时上无用的英国都佛港元旦过了后第一个上班日，限制凌晨，货物拢爱申报了后才当通关。当地居民表示，也是较惯是看到以往混乱的景象。法国巴黎西边的一座超市，平常时总是会当看到英国小卖商玛莎百货的新鲜熟的食材，冷冻披萨顶铺货上架。不过即马货架也是空的。伫比利时泽布旅客港也准备2套通关系统应用。Today and tomorrow we have only 30% of our maximum capacity in the harbor. That's only what we have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year. So this will increase. Next 14 days, if we go from 30 to 60 to 70 to 80%, we will really learn how the systems are holding and how the people are prepared. 英国脱欧就离开欧盟的关税同盟甲单一市场，货品爱完成申报才会当通关。两边公民伫旅行、移民、保险甲生活方面，伫加一寡文件作业定数之下，也需要加一寡时间重新适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伊朗伫初时宣布，已经开始进行甲浓缩铀的纯度提升到20%的提炼停输。美国甲以色列就批评伊朗，讲因是想要发动核能武器来做交换条件。另外，伊朗的革命卫队初时也用到污染海洋做理由，甲一只南韩的油轮扣押落来。伊朗政府发言人初时宣布，伫咧东北部的福尔多核电厂已经开始把浓缩铀的高度提高到20%的提炼定数。针对这件代志，以色列嘛搁一解强调讲，绝对袂允准伊朗来制造核武器。שום הסבר אחר פרט למימוש המשך כוונתה של איראן לייצר נשק גרעיני. 那提关浓缩铀的纯度，伊朗革命卫队初时嘛伫咧荷姆兹海峡以污染海洋环境做理由，甲一只南韩油轮扣押。南韩国防部已经派出伫咧阿曼执勤的库德兰前往附近海峡来应对。3年前，由沙烏地阿拉伯所領導的破灣聯兵，以卡達支持伊朗恐怖活動做理由來甲卡達斷交。但是伫咧中做工程的科威特是宣布，沙國已經解除對卡達的交通封鎖，有機會伫咧初5破灣合作理事會召開進程，結束這個區域要3年的對立局勢。不過伊朗的大動作一定會對美國伫要上任的拜登提出新的難題。公司新聞金冠強編譯。伫咧台中有真侪違規，而且是算日仔租的套房。不过最近煞有业者发现讲，伫咧网络顶头也开始招一寡需要居家检疫的人客。台中市观光局表示，目前已经有17件检举，5件罚钱，也会加强稽查。台中市政府也要提醒民众，若准有需要，就一定要经合法的。网页广告一拍开，写着居家检疫住所，也有帮闲介绍，强调物品甲防疫用品拢会准备，甚至也有专用药镜啊。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自租套房已经违法，即马可用居家检疫所的名义，就回国民众去住。台中市府将直接开罚。直接依法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开罚10万元的罚款之外呢，我们12月下旬又再前往稽查，但是非法日租套房业者非常的狡诈。
台中市管理局指出，合法的居家检疫替代所未公开看广告。去年接到民众检举，将二组处提供做居家检疫所的有17件，已经开发5件。这个违法业者大多数集中在西屯、北屯等相关附近，也让附近的民众真烦恼。像我们今天只是出来吃个早餐，就没有戴口罩，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遇到了，那是不是我们也是有一点危险？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目前无法度处理违法业者的回应。台中市府表示，目前有25间合法检疫旅馆，会当提供大约1500间房间。虽然农历春节特别高啊，有个会有78%的入住率，也会机动调度闭环的200间房间。民政局表示，目前地处检疫替代所入住率大约50%，容量绝对有够。如果说因应过年的时候会大量人潮进来，那个时候可能会学生会少一点，不一定哈。那其实我们这3种替代所还是可以通用的。台中市府强调，回国民众若讲有需求，会当卡1999，也是向民政局咨询。有合法业者指出，不少民众拢会提早伫2月初解除居家检疫，1月份需求较大。呼吁回国民众应该选择合法检疫处所，避免造成风球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依照工厂管理辅导法，伫2016年5月20过后，新起的而且是无登记的工厂，就要去家己水电切掉。立委陈椒华表示，目前只有去甲14间切断水电，拆掉3间工厂利益。不过，全台湾说是增加2500多间的违规工厂，呼吁经济部就爱讲会到，做会到。刚环团说已经要送监察院了，你讲清楚嘛？立委甲经济部官员你一句我一句是愈讲愈大声，背后的原因其实是甲违章工厂断水断电等等的执行成效有关系。新增的违法工厂，可能已经到2500家了。最新的资料还是14家断水断电，然后3家有拆除，并没有到200家，所以。王美花部长跳票。照工厂管理辅导法的规定，在2016年5月20日后新增加的未登记工厂，应该断水断电，还有拆除。我还是会去举发你们这些怠惰的官员。源头管制农地的接水、接电是属于合法的用电户，那没法拆除的，我们会立刻装置智慧型的电表，全时的监控它的度数。经济部指出，政府不准新设违章工厂的政策目标并无改变，希望相关措施会当产生主动的作用。未来嘛会联动式检讨，尽量列出名单，交予地方政府来查核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伫离云林科技大学附近，拢会出现台湾米猴。这寡高山会破坏农作物，也会影响到民众生活。这时有民众用声南啊掠到一只高山囝，高妈妈是真烦恼，伫边仔行来行去。县政府的农业处也想别办法甲伊掠起来，才找一个适合的地点，甲因母仔囝野放。这只伫笼仔内的狗母总算互民众掠到，因为伫云林科技大学附近的龙潭社区，这7-8年来，常在传出有出现台湾高山啊，毋但走入去学校的宿舍，还去破坏农作物、甲窗仔门，或者是要共攻击，互当地居民生活受到影响。换种番麦啊袂好，伊就甲挽来食，种无通食。甚至他有时候会做事要攻击人的这个情形尤其这个是最重要。那平常一些损坏的问题也很大了平常跳来跳去，主要是采光罩坏掉了，门窗没有关好就开着就进去了。当地里长表示，目前互掠到的是一只细只的狗母，不过还有另外一只大只的狗母，一直伫边仔行来行去。目前已经通报县府农业处，农业处嘛派人到掠，然后掠到了后，会找适当的地点来野放。像昨天诱捕到一只之后，另外我们同仁也是有用吹箭去做处理，可是目前吹箭完之后，其实它还是没有做，还是没有捕获，所以说目前我们还持续在诱捕中。农业处表示，云林的山区嘛，常在有狗出现，呼吁民众唔通摕遮物件甲狗饲，嘛唔通去甲掠或者是攻击，避免发生危险。若有发现规定的狗影响到生活，会当通报农业处来处理。嘛希望中央会当提出相关的措施，减少类似的情形，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东的往来食客，逐年拢嘛外销12000多吨，有9成拢是销对中国去。不过自疫情爆发了后，外销的情形是变甲真歹。今年全世界疫情是更加严重，近年发生讲外销出去的货柜急的使用，因为爱消毒的关系，卡伫中国无法度回来，有影是无比严论过。台东县总往来雪茄面积约3000公顷，去年无风台，今年的往来雪茄大丰收，即马正伫大出，农民赶紧采收，也毋过即马价销却相对落败，比往年差。加咧1、2成应该有啦，啊，毋过你就是价销减咧1、2成而已。农民讲，今年收购的价销一公斤大约伫35块左右，是去年的一半。也毋过今年，若是价销问题，要外销也因为全世界疫情严重，外销到中国的货柜受到检疫消毒的影响，也卡伫中国港口无法度转来，找袂到货柜会当装外销的往来雪茄，而且即马连包装的生活原料也欠货，农民感觉问题真大。即马毋是达无几啊，即马毋做抓生活的原料，真系欠发啦。已经成立了应变小组来协助把这些海运的货柜可以调回来台湾，那让更多的不管是凤梨世家或是其他的水果物品可以出口。科家号讲，这礼拜农委会甲台东地区农会拢会协助解决往来雪茄外销货柜问题。也毋过，若讲外销也是受到阻碍，官府已经甲电商参全国各地的农产运销策略联盟合作，会协助农民伫春节前行销，保证台东县的往来雪茄也调整产期，有价会当采收到2月下旬。记者综合报道。坐车纳钱的方式是要愈来愈方便咯。公路总局开始试办公车甲客运使用 QR code 行动支付，会经全台湾5条无同性质的路线来试营运。这是手机 QR code 感应支付车主，公路总局即日起伫全台5条路线试办行动支付。试办路线北中南拢有，包括市区公车、国道客运，就此观察无同路线民众的使用状况。业者表示，保证观察大部分的民众坐车拢是使用电子票证，未来无现金化，必然是趋势。使用电子票证的旅客多吗？还不少了，对，将近7到8成有了。当然是用 QR code 的话，对民众来讲会更便利，因为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感应装置加上后台系统，一台车大约爱开4万的建地经费。为了推广行动支付，公路总局补助业者49%，希望未来行动支付为轨道系统扩展到公车客运，除了便民，也会当进行跨领域串联加数据应用。另外，对国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摊烧，影响相关产业，交通部证实，最近将各向行政院提出92亿的纾困计划。现在交通部会诊提出的是92亿的一个需求。那当然，行政院它会通盘的考量，纾困补助的对象主要还是以机场相关业者为主。交通部表示，虽然边境无解封，也毋过航空业甲机场相关产业有关有租金等固定成本需要继续支付，也需要政府的帮助，是这一波纾困计划主要对象。另外，观光旅游业，交通部是会甲劳动部跨部会协调，以辅导转型甲进修的方式来帮助业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埔里的南光国小，因带学生囡仔去行路行看看咧，沿路也捡粪扫，趁机会做环境教育，培养着囡仔疼惜土地、尊重环境的概念。平常时看到路边有粪扫，虽然感觉肮脏，不过咱就无一定会去捡。即马一群囡仔兄囡仔姐手拎挂一卡塑胶袋啊，竟然咧烧钱捡粪扫，实在是真难得的光景。这个国校学生捡啊捡，路啊内底粪扫也渐渐满起来。没想到伫埔里一个清幽美丽的庄头，粪扫竟然满满是。最多的就是槟榔渣，还有呢？然后还有一些纸类，跟塑胶袋。垃圾有没有很多？有，垃圾好多，好累哦。为什么要捡垃圾？就可以环境不会那么乱啊。比较多的是香烟。有没有呢？还有那个槟榔渣。做这个事情觉得怎么样？很开心啊，可以保护环境啊。南光国小带囡仔行去地母庙的这座路途当中，
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家乡的环境和模样，也趁机会甲规世界本色拼拼咧。另外就是说，让他们体验一下，说，虽然我们这么漂亮的土地，但是地上有那么多的垃圾啊。除了让他们捡垃圾之外，也让他们就是说养成不要乱丢垃圾啊。和同学做伙行到室外，囡仔也拢真欢喜。人讲细汉若无学，大汉就学袂屈，爱量早做环境教育，培养囡仔爱惜土地的好习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古坑的麻园村，有一个在地民众为着要互搬入来遮的外地人了解在地人情世事，伊用杂志方式，互新厝边了解在地文化甲特色。这本杂志看起来内容趣味，排版清楚，袂输外头伫买的杂志。原来这本大话志所写的是古坑麻园村砖头内底的生活故事。乡亲看到家己甲厝边隔壁拢当做真侪采访主角，拢感觉真心塞。看完心里的感觉，我觉得很亲切啦，因为邻居呢看到邻居就会打招呼啊，上你好啊，好谁好。可是他的家庭背景，你其实很难去说坐下来聊那么深。这本杂志呢，都是我们在生活周遭的点点滴滴，或者说我们生活上平凡的人。为了让新搬来外地人认捌在地，杂志的创办人林胜业向文化部申请经费，特别创办大话志小街地方，希望促进甲在地乡亲的交流。去年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人，他跟原本的居民就是大家的文化、大家的风俗习惯完全的不一样。对，那也有很多的不熟悉的地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刊物，让大家可以间接的去认识、深刻的认识另外一个人，那可以去了解他的一些想法跟理念。林胜业规划未来大话志会当结合地方特产，配上到乡亲处理，也是该线顶出刊，加入乡亲投稿，希望让更较侪人看见麻园村的地方故事。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有名的3年一考东港小王船，就是伫咧屏东东港的东龙宫举办。因这也特别设计家己的期刊，逐期拢有无同款的主题，而且内面阁有花语甲英语，要甲这个东龙宫的故事讲互愈侪人知。掀开杂志，丰富影幕相片、中文甲英语，活泼小街在地故事。这本就是东港东龙宫家己设计出版的上新作品，以影王做主题，详细记录王船对起造到完工的规站过程，以及对地方信仰的重要性。目前我们希望能够把东港的一个信仰文化，能够借由一个文字上还有图片上做一个叙述跟说明。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非常东港引以为傲的一个信仰提升到世界级的一个方式去做行销。这本杂志风格创新，编辑有路，唔但是东港东龙宫独有，佫是有钱买无。未前推出的成轰动，就算讲庙方无特别的宣传，逐期的杂志嘛是一下出版，就互热情的民众摕了了。这个刊物目前我们是都会放在我们东龙宫的庙内，然后在那个福德正神前面会有一个刊物架、折页架，那边是让民众自由索取。可是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所以常常大概3周、4周就几乎都被拿完了。欢迎大家来到东港东龙宫会当来参与甚至来看阮王船的古典。3年一考影王是足闹热的欢迎咱全国的乡亲会当来甲参拜参观。3年一考影王祭典，自早就是东港在地人的大代志。下一考按算就是明年到。现时阁有这本杂志的小界，对文珠保存来讲，更加是大大的帮站。相信未来都有更较侪人了解东港，期待在地文化资产会当行出台湾，踏入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规划讲，按算对111学年度开始，中小学要甲本土语言列作必修。不过，这个老师爱有偌济，只是一个大问题，根本就无够。要安怎保护这个？教育部也正在想办法。国校内学生对老师念台语，为111学年度开始，唔但国校高中、高中嘛拢爱上本土语言课。台师大台文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的吴延民，伫9月摕到教育部中等学校本土语言台语文的教师证，嘛是国内头一个中学专业的台语文教师。我的第一专长本来就是台语文，
第二专长就是中文科，就是讲真幸运有拄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赶紧就加科。国家语言法典法规定，本土语言教师是以全职为主。教育部嘛请培育师资的大学配合加开课程。即马时代做法是配合教育部方法。第一，他修教育专业26个学分，修完了后，伊一定爱有伊本土语言的迄个教育专门。所以这种学生啊，吹了后去教册绝对无问题。以台语来讲，除了正统师资培训管道以外，教育部嘛透过一寡方法，要来补足师资无够的问题。举例来讲，就是一般我们正式师培会培育的，就是他未来会持有闽南语教师证、合格教师证的老师，他会是专任的老师。那第二类的就是他是现在已经是老师，在职老师，但是他有中高级的闽南语认证。那第三类呢，就是他目前并没有教师证，但是他有闽南语的中高级的认证哦。那他就需要经过一些教学职能的培训。教育部说明，配合国教署调查目前各县市需求，规划3种人员会当先来进行本土语言的教课。伫聘用老师的时阵，会依照顺序，先以有台语教师证的为优先，第二是在职老师，最后则是教学支援人员。不过，针对支援人员当时退场，阁需要进一步讨论。记者苏晴、张学水台北报道。交通大学甲阳明大学对今年2月开始要合作一间，或者是阳明交通大学。因为学校大门口的字牌也未贴落来，校友真侪人拢去遐翕相做纪念。交通大学的学校门口最近是真做真侪门的翕相景点。原来伫咧台湾有62年历史的交通大学，今年要甲阳明大学来合并，到时阵门口的名就会来换掉。真侪伫遮毕业的学生拢等来学校遮翕相，想要做纪念。我来了第2次，每次都看到有人在拍，然后刚刚也很多人来拍。牌子要拆掉了，所以想要纪念一下。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就是觉得我们以前都说我们是交大毕业的，那现在突然改校名，好像又有点不习惯。伫老相片内底会当看到过去学校门口交通大学4个字是真显目，除了毕业的学生一定会来遮翕相。有做伙对学校毕业的翁仔某，嘛选择来遮翕结婚相片。大概每天的话，大概从早上都排到晚上。教育公布之后，其实蛮多学生还有校友都回来因为假日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都要排队来大家排队来这个拍照留念其实当然我想说盛况应该空前吧。用报甲交通大学4个字7号清气，虽望过无偌久就要换掉，也是有淡薄仔唔甘。不过学校嘛是爱准备好来迎接未来的新气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六，伫咧台南的咸水溪口发生乌面腊杯肉毒杆菌中毒意外，好加在台南市的动保处有幼米肉毒杆菌的血清通好做，受伤的迄只也已经好利啊。经过注肉毒杆菌的血清治疗了后，原本软脚无活动力的乌面腊杯已经恢复体力，佮经过相关单位的检查了后，就会当野放。台南市咸水溪口初日有交友发现有乌面腊杯怀疑受中毒的情形，一只已经明显死亡，一只软脚无法度徛。相关单位赶紧把这挂乌面腊杯送去动物病院救治，而且通报台南市的动保处。一来的话，它的整体状况就是整个瘫掉，然后2只脚无力，连食欲都没有。小鱼给了之后，如果说它渐渐的像现在会站的话，我们就会再尝试的把鱼。就是它水盆里面人不在的时候，看它自己会不会去啄食这种。兽医师初步认为讲有肉毒杆菌的病症，为着较保险咧，先自动保处传的肉毒杆菌的血清。不过，敢是肉毒杆菌引起的，还要等化验结果出来才会当确定。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动保处表示，这只是懒散的个案。迁徙的鸟类来讲，它经过这样长途的旅行之后，它在比较不熟悉的环境采食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吃到受污染的一些食物。所以通常它是吃完之后，它又飞到别的地方，才慢慢的毒素开始侵入那个身体之后，它才开始倒卧。这件案件也是这波乌面腊杯来台南过冬发生的第4站，拢总救援3只活体的乌面腊杯。
也若是台南市农业局、甲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加强附近地区的巡守甲监控，甲4颗螺死去的鱼仔清掉，避免乌面阿飞无细字食着。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林正宏教授的团队研究出，予糖尿病患者用分享的方式去推算血糖的关键。咱也带观众朋友来去看讲，因是安怎做研究的。所以这个造价刚向软讲分享，气体经过鼻仔发出无共频率的声音，刷落来佮送电脑分析气体的量。台师大化学系教授林正宏是世界唯一一个用声音频率的变化量做定量分析的研究者。团队运用这个技术发现，二氧化碳含占氧的含量，因的相对高度会当评估血糖的关键。进食2个小时的话，二氧化碳浓度，你若差不多抽生成气体的话，大概4.5% 左右二氧化碳。正常人的话，2个小时，它的二氧化碳浓度会从6再降回4。但是如果你今天吹气的话，你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都一直在居高不下的话，表示你一定是哪里有问题。二氧化碳的高度伫4%到5.3%，血糖应该就是正常。不过林教授指出，用分享来评估血糖的关键，不是要取代医生，是毋望取代传统迄款轻日式的检测，降低压力也提高警觉。后一步也要和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合作，增加检本的数量。这种技术我们希望是去中央化、微小化，而且方便性，随时用完后就丢掉，这是最方便的。团队表示，二氧化碳和氧气的相对关系，牵连真侪病症，也和运动的情形、困的落眠无有真大的关系。除了继续做用分享来评估血糖的居家机器，也期待未来会使用伫挂伫身躯顶的设备。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台湾的翁仔某伫美国纽约创办一间珠江百货，正是受到疫情影响，伫旧年底也甲2间店面收起来，互楼主顾感觉真唔甘。天棚有吊正喜气的红色挂仔顶，架仔顶悬有各种商品，还佫有一尊搁一尊的新相。这款摆的方式，若是无讲，会就是讲是台湾某一间百货行，毋过这是纽约的珠江百货。Our store is a department store that celebrates Asian culture. So you'll see, ceramics, you'll see clothing, you'll see gifts and toys and snacks. 珠江百货伫咧1971年开幕，创办人是一对拄台湾来的翁仔某，即嘛是新妇接落来。这间百货有卖中国、日本等等亚洲的商品，是当地真有名的华人百货。毋过老店伫咧疫情的冲击之下，即嘛不得已嘛爱收起来。It's exquisite, the one and only. You can't find them anywhere. There's no such a store. I hope they stay here forever. 珠江百货强调讲，经营方式需要改变。Most of what we usually sell is in the store, and everybody this year wanted to order online. So we had to kind of pivot. 毋过疫情无转好，老店所要面对的挑战都未减轻。美国商会最近统计，超过一半的小企业主认为讲，经济若是无变好，今年以来得永久休困。纽约另外一项研究是指出，疫情可能互当地3成的小企业关起来，要到50万人会无饭碗摊旁。公视新闻7万2编辑。这2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有变较济。气象局近日针对着湘北市以及着嘉南发布大雨特报。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3度，外岛地区对11度到1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款的时间，咱再会。